来看今年7月，台中有一个警察调查不幸过往，早起有立委甲民间团体呼吁警政署应该爱针对伊的伤害提出防护的措施，嘛应该爱放任制服换季的规定。今年7月，台中一个警察在走外勤的时，调查昏倒送医不治。民进党立委林淑芬甲民间团体开记者会指出，针对外勤警察的伤害的危害和种种的职场安全，警政署内部长期以来拢欠缺类似工会的组织，通互基层反映意见。32、34度的大太阳下起机巡3、4个小时，那真的会想要死。就是说，你要去建立一个组织，去让单位那企业内讨论说。我的员工以及第三方专家认为说我的热危害防护指引要怎么做，但是在公务机关内就会产生说我缺乏这样的组织。针对这伤害，虽然劳动部所定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内底有热危害预防指引，包括要互劳工适当的工作衫，要减少连续曝日的时间等等。但是立委林淑芬指出，这案发的对象是劳工，不是警察，警政署嘛无应该认为这是警察家己爱注意的代志。这种高温危害，我不能只靠说工作者啊，你这个受雇者或警察，你要靠自己的个人防护意识啊，多喝水。职业安全卫生法有订定热危害预防指引，其实我们仍然不满意，因为它只是一个没有强制性的指引。另外，因为这几年气候变迁，热的月份是愈来愈长，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也希望警政署会当取消制服换季的规范。警政署表示，按2017年就有授权予各地的派出所，看天气去调整外勤，也予派出所所长家己去制定换长短远的时间。未来会讨论授权予交通分队长，也是警察家己决定。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